38本超市竟然搞咗個新加坡美食節，好多遊客都唔知道。重點係有得免費試食，號稱新加坡第一嘅蛋糕。究竟新加坡美食係咪真係咁好食呢？搞他！真係未見過超市入邊搞新加坡美食節。第一個出場，號稱新加坡 No.1 嘅芝士蛋糕。新加坡 No.1 芝士蛋糕有冇咁誇張啊？係啊，唔誇張㗎，就係真係10個人試呢，9個人會買㗎。咁誇張？9個人買已經好謙虛㗎啦，基本係10個人試，10個人都會買。乜都唔使講，試一個先。真係好 OK 喎！我平時食呢啲芝士蛋糕咧，唔中意食啲偏硬嘅，佢食落去咧有啲芝士雪糕嘅感覺。如果你唔中意食原味嘅芝士蛋糕，呢度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口味。呢個十全十美嘅雜錦口味，非常之適合選擇困難症嘅人。呢度連正宗嘅貓山王榴蓮芝士蛋糕都有啊！你睇下，新加坡好出名嘅辣沙餅呢度都有啊！出名又唔代表一定啱你食嘅，就好似男女朋友咁，唔試一下點知大家啱唔啱啊？你又想試乜嘢啊？有得試食喎，試完先買啦。哇！又係你唔係賣緊蛋糕嘅咩？揾食艱難啊！你試下伯爵茶啦，好多女仔都中意嘅。好鬆化、好清新、好香嘅伯爵茶味，你睇下，真係有得試食㗎！辣沙曲奇你試過未？辣沙味好重啊！我都第一次食呢種口味嘅曲奇。呢個咪新加坡好出名嘅班蘭雪芳德肯糕。聽講喺新加坡機場個個都幾盒帶翻去嘅，竟然喺呢度都有得買。呢個展位咧係11月6號就結束啦，賣完啲蛋糕咧就未必翻貨，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啊！新加坡好出名嘅加椰醬啊，有冇諗過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整加椰多士咧？哇！低糖版嘅加椰多士都有啊，啱晒我啲咁苗條嘅人。邊有人自己讚自己咁唔知醜㗎？呢度仲有冇蛋冇奶嘅專區，全部都係新加坡風味。素食嘅朋友呢次有你份咯，好多新加坡出名嘅醬料呢度都有得賣，整翻支辣沙醬翻去自己煮面食先。呢度有好多新加坡好出名嘅美食醬料，聽講呢包肉骨茶喺新加坡賣得非常之好，你只需要呢包醬料、幾粒蒜頭、幾嚿排骨，你就係新加坡嘅高級大廚。仲有新加坡好出名嘅滷水，呢個係漂流海外嘅新加坡人都好中意飲嘅咖啡。我個人比較中意呢個無糖嘅口味。哇！呢個咪新加坡好出名嘅叮叮飯，呢隻口味咧係同世界大廚一齊研發出嚟嘅，傳聞叮出嚟嘅感覺咧就同世界大廚煮出嚟一模一樣。哇！呢度係新加坡嘅糕點專區啊！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呢個班蘭糯米糕。呢個新加坡美食節全部產品都係由新加坡本地人精挑細選帶嚟澳門嘅。呢個新加坡美食節11月6號就結束啦。如果大家想試新加坡美食，就記得快啲過嚟試下。究竟新加坡嘅好食點樣講呢？Sedap，好正。點解有兩種語言嘅？新加坡好多人習慣㗎，真係乜都係咁㗎啦，乜都係溝米。咁點解新加坡人嘅廣東話咁好嘅？因為我係嫁咗過嚟嘅，我太太係澳門人。咁我想問咧，你覺得澳門嘅女仔點樣咧？非常之靚啦，係咪？性格點啊？得唔得？非常之得啦。你講唔得嘅話，你呢個新加坡美食節搞唔落去，我同你講。